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罗德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腓利门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心甲信心。咱讲有疼就无窒碍。头前这个有疼是咧讲人对伫疼心，还是讲有疼心？后面这个无窒碍是需要信心，还是讲是信心的实践？为什么咧讲疼？咧甲信心有关系呢？事实上，这是伫基督信仰的基础顶悬。疼心甲信心是袂当分开，因为信基督的基督徒，就必须爱活出疼，因为有疼来表现出咱的信心。亲像耶稣基督新的诫命所讲的，如果恁彼此相疼，众人因此就知恁是我的学生。因为有疼，表达出咱的基督信仰，咱是这个学生。保罗先生的教导中间讲到疼的时阵，其实伊嘛是安尼讲。圣经讲，咱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对伫镜来看的影像，模模不明。将来就会当头对面看甲真清楚。我现在对上帝的认捌无完全，将来就会完全。就好那亲像上帝完全认捌我同款。虽然是安尼，信心、仰望、疼，这三项是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疼。罗德记是一本真短佮真趣味的经文，也是基督教外邦宣教真重要的经典之一。因为圣经罗德记的中间的主角罗德，伊是一位外邦的女子，却是因为疼所带出的信心，互伊成做以色列家的一个分子。嘛，因为上帝的救恩的中间占着真重要的地位。罗德的大官以利米勒，伊的大家拿俄米，以及两个囝，因为以色列发生真严重的饥荒，因就逃走到附近的摩押国去。后来以利米勒死啊，因两个囝分别娶摩押的女子做某，大囝娶俄利巴，细汉囝娶罗德。但是真不幸的，两个囝嘛接续来离开世间，剩这三位女子，真有疼心甲同理心的拿俄米，就甲两个新妇安尼讲：恁各自转去恁的后头厝，愿上主用仁慈来对待恁，亲像恁对待我真好，甲已经死去的人一样。愿上主互恁两个人有机会佮结婚，有归属。起初两个人拢拒绝拿俄米的讲法，所以因就回答讲：圣经记载，两个新妇就大声哭，对拿俄米讲：无，我要甲你倒转去伫你的本族的人遐去。接续拿俄米就佮对因讲：查某囝，恁还是转去吧。恁为什么要对我走呢？
我阁会当生后生来做恁的翁吗？转去吧，我的查某囝，走吧，我已经伤老，袂当阁结婚。就算我阁有一点仔希望，会当伫今仔日永暗结婚，阁会生后生，恁愿意等甲伊大汉吗？恁会等着毋去嫁别人吗？毋是啊，我的查某囝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上主刑罚我对恁真艰苦。拿俄米这是一个十足的疼心，伊完全徛伫两位新妇的角度来思想，伊无仰望因年纪轻轻就安尼来牺牲受苦，因仰望因来倒转去后头厝了后，阁会当改嫁，了后5年8接受啊，亲像伊就伊的这个大家拿俄米来过世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拿俄米又搁对罗德讲：罗德啊，你的阿嫂已经倒去伫伊的本族，甲伊的神遐去，你嘛倒伊去吧。但是呢，罗德却犹原坚持伊毋离开，伊又搁对拿俄米讲。请毋通叫我离开你，互我对你做伙去吧。你去到倒位，我嘛要去遐；你住伫遐，我嘛住伫遐。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落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除了死，任何的事拢袂当互咱分开。只要是我违反誓约，愿上帝动动来处罚我。安尼听，控告伫信心，因为伊完全毋知影将来生活会怎样。特别是拿俄米所讲的迄段的话。会通讲是完全无有仰望的，但是罗德决志，伊愿意完全的献身，成做拿俄米一家的人。咱伫新约看见保罗写互腓利门的批信，伊所要求就是伊的同工腓利门展现疼甲信。因为伊有一位逃走的奴隶阿尼西姆，了后伫感觉诚做保罗真忠心的同工。伫基督信仰内底，保罗提醒腓利门的信仰实践。保罗安尼甲伊讲：既然我是你伫基督内底的兄弟，我本来会当大胆吩咐你做应该做的代志，不是个疼心，随便我就爱向你提出请求。虽然我保罗诚做基督耶稣的大使，现在阁因为伊的缘故诚做救赎，也是愿意安尼做。保罗意思就是伊要伫后面请求腓利门实行的代志，是甲信仰实践有关。迄个后壁的代志是咧要求腓利门赦免阿尼西姆的逃跑。保罗佮伊讲：我对恁的请求是为着阿尼西姆，我是伊是我基督内底的囝。我伫感觉内底是做伊灵性的老爸。早前伊对伫你无有啥物路用，现在伊对你对我拢有路用。现在我送伊倒转去伫你遐去，等伊将我家己的心送去。我本来想要留伊做我伫我的身躯边，互伊为着我福音坐假的时阵，替你来奉事我。不过我希望一切拢是出自你甘心乐意，毋是勉强。
无有你的同意，我啥物拢无愿意做。安尼生要暂时离开你，咸菜是要互你永久来得到伊。咱看见不但安尼保罗个声明，阿尼西姆毋是一个这个自由身领定。伊讲伊伫基督的恩典内底，无搁再是奴隶啊，是兄弟。所以保罗甲你讲，现在伊要搁再是一个奴隶，是超过奴隶因为伊已经是伫基督内底亲爱的兄弟。对我来讲，伊的确是安尼，何况是对你？因为你既然有主仆的关系，阁是主内的兄弟，所以如果你将伊当作亲密的朋友，你就接纳伊倒转去，亲像接纳我一样。但是伊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或者是亏欠你什么，请记伫我的小点管好啊。我伫遮亲笔写落来，我保罗负责来行这。所以兄弟啊，为着主的缘故，互我你求这个情，同好解除我精神上的负担。咱拢是基督里的兄弟，我亲心你会听探我会才会写这个批信。其实我知你所做会超过我的要求。保罗安尼真特别来要求，是因为疼心甲信心的一体两面，疼心甲信心的实践。其实这不但是腓利门的功课，也是今仔日你我基督徒的功课。今仔日的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较长，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读。咱做来祈祷，感谢上帝呼召阮，互阮才做基督徒，也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通伫阮的生活中间实践疼心来证明阮的信心，阮是属你的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